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油菜花，稻仔收成了，打扫的田地，亲像阿母，予冷风吹打的唱盘开始毕业。阿母甲油菜籽压伫伊忙的一块土地，压甲满世界。压伫伊的心肝底，不管秋雨安怎冷，不管北风安怎吹，油菜籽认真一梦，无声无息，要甲打扫的田地织出一季金丝丝的梦，织出一季黄莺莺的花，要甲春风来交陪。春风若来，油菜花就对落地，连根带伫土骹底，无怨无切。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69集欣赏的是台南的南秀珍老师所带来油菜花。上日起，咱邀请南秀珍老师来为咱介绍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含义，还有伫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。油菜花吼，咱西部较无看吼，东部伊遐拢到就种油菜花吼。我一摆去遐看，我看油菜花伊遐拢做肥啦。啊，所以这油菜花伊作用就是，亲像阿母用人来比喻这个油菜花，甲用带伫土骹底做肥，无怨无切。咱这个台湾啊，查某人吼，撑起半边天呐，做些工课拢查某诶，查某会做，查某拢会做。啊，但是查某较韧性。伊会较韧性，所以我感觉真正阿母吼，伊的迄个成就吼，伊的迄个梦吼，迄个坚定的意志吼，真正咱拢足佩服的。阮老母就是我当遐感觉吼，像阮老母安尼哦，带阮10个囡仔哦，安尼管细汉的事吼，就安尼认真读册尔，剩的拢老母一人咧做，伊也袂叫怨叹啥，袂怨叹啥。啊，阮老爸，阮好家人咧，无咧摕钱，当然拢阮老母家一个，甲阮10个囡仔请养大汉。啊，大家拢读到大学都无看。阮迄个甲我做工课迄个，因为咱老师啊，你较会当读册，我较袂当读册。伊讲伊成绩嘛足好啊，但是因兜都无读册，查囡仔无读册。嘿，阮老母拢相像，查某拢，你若要读，你就会当读；无你家己读袂起，就无多。我足济讲，咱的形象吼，拢会当来比喻查某人做妈妈。所以即摆有一句话吼，妈妈若猪咧，无感觉啥物；妈妈若气咧，啥物拢无。打扫，冬天田地吼，就拢改成打扫安尼逼过。这款形容词是较具体啦。啊，芽就是撒，芽吼就一个提手旁，一个叶，吼就是芽种，芽到满世界。油菜籽的籽吼，一个棉，一个籽吼，这个籽就是讲足细粒的迄种籽迄款的，毋是迄个幼幼啊较算籽啦，用这个啦。啊，你若种籽就毋是这个啊。台伫土骹底，台一个土布吼，一个土啊，这个一个台湾的台。所以人讲咱台语无字，其实台语有字，但是有若足侪方言啦，啊，所以迄就无字，但是无字也无介济。
相信住伫台湾的人，拢捌看过油菜花，尤其伫咧冬尾的时阵，稻仔刮起来了后，农友也菜籽仔做入肥，油菜花开到规田园，一片的园非常的水。顺入去，咱邀请花草食物专家关秀品小姐来为咱介绍油菜花的特色。油菜花，咱台湾分布上济的，就是台中、苗栗、嘉义、云林、南投嘛，种袂少。我会记得讲，我过年的时阵去台东嘛种足济的，因为伊是一个真好的有机肥，咱拢会摕来熬肥，吼。搁有一点就是讲，油菜花即个花蕊，伊嘛是足好的一个蜜源植物，所以咱家看讲，若有看到油菜花的时阵，咱会看到足济叶仔伫遐飞来飞去。油菜花伊会当会当煎油，因为伊的含油量非常的悬，嘛有人摕来做饲料用。即个油菜花也是讲油菜几丛，咱嘛会家摕来做蔬菜来食，吼。咱知影嘛有人家摕即个籽来治胃病、神经痛，也是讲头部充血，拢会用即个油菜的籽来做药用。过来就是讲，咱有的人若是伫做修经的时阵，拢会种即个油菜花。第一就是讲伊会用观赏，第二伊就会用熬肥。所以讲，在我的经验内面吼，油菜若是伫咧咱南部即个所在，伊是一年四季拢会当野的。只要伊会当饮水了后，伊就真紧就会当开花啊！实际上咱若是讲要甲伊种做的话，就是3月到4月这段时间，伊就是伊的开花期。伊嘛会结即个籽嘛，所以伊是伫咧5月即个时间来结籽。咱台湾的油菜花吼，大概伫咧12月底一直到过年的2月这段时间，咱农民拢会趁着讲，我的稻仔采收了后，然后我就开始压即个油菜籽落去，要互伊做绿肥吼，就是咱拄则讲的，要互伊做有机肥。在过去吼，描写查某人的命运，就敢若即个油菜籽共款，叫做油麻菜籽，就是讲随风而定啦，飞到倒，就大到倒。所以讲吼，人讲吼，查某囡仔菜籽命，就是讲吼，嫁翁就对翁，嫁鸡就对鸡飞，嫁狗就对狗走。迄就是咧形容讲，查某人菜籽命，伊就是讲，若去到倒，伊就是有法度真正坚强。描写讲女性伊的韧性，去到倒拢有法度好活落去就对啦。阿母甲油菜籽压伫伊5万的即块土地，压到满世界，压伫伊的心肝底。毋管秋雨安怎冷，毋管北风安怎吹，油菜籽认真织梦，无声无息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第2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남秀珍老师写诗，关秀品小姐讲解自然文史，府城小花蕊的3姊妹吟诗，专门去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次再继续空中再会。